放工返到屋企攰到省晒，真係喐都唔想喐啦。更加唔好話煮飯。呢個時候叮返個預製餸菜，幾分鐘就搞掂有得食，係唔係爽先？不過喺你嘆緊呢份方便嘅同時，你有冇及真啲個包裝上面嗰堆密密麻麻嘅成分表，究竟寫咗啲乜？同埋呢啲方便餸菜背後，其實有啲咩潛在嘅健康隱憂同食安風險呢？唔知你又有冇發現，我哋日日食落肚嘅嘢入面分分鐘有10幾種甚至幾十種添加劑呢？由零食到預製菜，一包睇落好似好健康嘅沙律，甚至一盒標榜無添加嘅便當，真係有咁單純咩？今日我哋就一齊去揭開食物防腐劑同預製菜嘅神秘面紗啦！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講起防腐劑，簡單啲講就係用嚟抑制細菌、霉菌呢啲微生物生長，等食物唔好咁快變壞，可以擺耐啲咯。老實講，如果冇咗防腐劑嘅話，好多食物可能仲未出廠就已經臭晒、變晒質啦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長期食埋啲含防腐劑嘅嘢，對我哋身體會有咩影響嘅呢？而最常見嘅防腐劑又有邊啲？原來有研究發現，常見嘅防腐劑唔單止會殺死啲壞菌，連腸道入面嘅益菌都會影響埋㗎。長期過量攝取，可能引起腸道菌群失衡，令身體代謝變差，嚴重啲仲會俾啲病菌有機會乘虛而入添。等我哋嚟睇下幾款要特別留意嘅成分啦。首先係苯甲酸鈉，佢本身已經有少量致癌物苯，多用喺汽水同果汁度。其次係亞硝酸鹽，食得太多可能會致癌，仲會影響甲狀腺功能同埋血液嘅混氧能力。佢最常用喺啲加工肉類，好似火腿、香腸咁，去防止肉毒桿菌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佢列為致癌物，主要同胃癌、大腸癌風險嘅關係最密切。仲有山梨酸鉀，食過量就好可能引起過敏反應，廣泛用喺啲醬度同麵包、蛋糕嗰啲嘢度。最後就係人工色素，研究顯示可能會增加小朋友患多動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神經退化性疾病等嘅機會㗎。專家警告，小朋友係食得最多呢啲超級加工食品嘅一群，長遠嚟講，佢哋大個咗之後，好可能會成為佢哋肥胖、代謝綜合症、心血管病甚至癌症等嘅一個個健康計時炸彈㗎。咁講到尾，而家用緊嗰啲防腐劑究竟安唔安全？呢個先係重點。其實所有合法使用嘅防腐劑都經過晒好嚴格嘅安全評估，好似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就設有每日可接受攝取量嘅標準，意思係就算每日食呢個份量，食足一世都唔會影響健康嘅。只要生產商守規矩，我哋正常飲食係好難食到超標咯。問題係，如果我哋長期食太多加工食品，唔同食物入面嘅防腐劑積埋嗰個份量，就好大機會超出建議水平價啦。以亞硝酸鹽為例，如果你3餐都食火腿、腸仔、午餐肉，體內就可能積聚太多亞硝酸鹽，佢哋會轉化成致癌物亞硝胺，增加患癌症嘅風險㗎。所以關鍵係適量同多元化飲食咯。好，講完防腐劑，我哋返嚟睇下近年嚟越嚟越流行嘅預製菜啦。佢哋嘅問題通常唔係淨係得防腐劑咁簡單，最大鑊嘅係為咗好味同埋口感，佢哋普遍都有3高嘅問題。高鈉、高脂、高糖。根據世衛建議，成年人每日鈉嘅攝取量唔應該多過2000毫克。但係你求其拎上手嘅一盒預製菜，隨時已經佔咗你全日建議份量嘅一半，甚至仲多。長期食咁鹹，好易有高血壓同心血管病㗎。而且佢哋多數卡路里都唔低，仲有好多飽和脂肪、反式脂肪、精緻澱粉同埋糖，但係纖維同微量營養素就少得可憐。所以長期食得多，咪更容易肥，更容易有心臟病同糖尿病咯。除咗營養問題，食安風險都唔可以忽視㗎。預製菜由廠房生產到運輸、冷藏，再到你返屋企翻熱，是但一個步驟如果處理得唔好，都可能會滋生細菌，好似李斯特菌同金黃葡萄球菌咁。所以記住叮翻熱嗰陣，一定要確保中心溫度夠熱，徹底殺菌先好食落肚。但唔好同一個餸叮完又叮，反覆加熱啊！咁樣會令油脂氧化，產生丙二醛，
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。如果防腐劑落得太多或者用錯咗，仲可能搞到細菌有抗藥性添，甚至令食物殘留有害化學物，隨時傷埋肝腎㗎。而家又嚟到我哋嘅互動環節，我想請大家打開你屋企個雪櫃，是但喺入面揀3樣嘢出嚟，望下佢哋個成分表，睇下有冇發現苯甲酸鈉或者亞硝酸鹽呢？再睇埋有冇呢啲 E 字頭嘅添加劑，例如增稠劑 E1442、酸度調節劑 E330、增味劑 E621同 E635、防腐劑 E202、色素 E120。睇睇下有冇俾啲嘢食嚇親呢？你夾埋一共揾到幾多個可疑成分啊？同埋有冇邊個成分嘅出現最令你驚訝嘅呢？快啲喺留言區話我知你嘅發現啦！最後，我哋嚟投個票，睇下你覺得最離唔開嘅加工食品係邊樣？以下有3款普遍都含有唔少添加劑嘅食品，邊樣係你最經常買嘅呢？1. 罐頭食品。2. 預製餸菜。3. 加工肉製品，好似火腿、香腸、午餐肉呢啲，都請你喺留言區話埋俾我知啦。總括嚟講，偶爾食一次半次冇大礙嘅，但係如果長期依賴加工嘢同預製食品，真係好大機會增加危害健康嘅風險㗎，所以絕對唔建議變成常態，當咗做你嘅日常主食咯。再俾3個小貼士大家： 1. 學識睇食物營養標籤，成分越短越簡單就越好，盡量避開 E200至 E250呢啲化學防腐劑。 2. 減少食用嘅次數，將預製菜當成應急嘅食品，偶爾應急先好食，唔好當佢係你每日必食嘅主食。 3. 最好揀啲新鮮食材，自己煮，每個禮拜抽1、2日自己落手煮，就算只係煮啲簡單嘢，都好過成日叮叮食外賣同預製菜咯。最後，都想喺呢度呼籲大家支持一下本地嘢同有機食品，減少對環境嘅污染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記住，健康由你嘅選擇開始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